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神話，神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記載喺彼得後書3章9節。神點話嘛？神話佢唔願意有一個人沉淪，即係滅亡咧，即係落地獄咧，乃係願意人人都悔改，悔改而得生。哦，當我哋一聽到一句咁嘅說話，我哋不獨稀奇，我哋簡直歡喜到不得了。神竟然講句咁嘅說話，真嘅喺聖經裏邊，彼得後書3章9節，神講嘅。聖經就係神對人講嘅說話啦，所以凡係記載聖經裏邊嘅，都係神對你我講嘅。佢話佢唔願意有一個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啊！我以為神好黑心嘅，想人死嘅，想人落地獄嘅。朋友，你錯啦！你唔好以你自己嘅心嚟測神嘅心。我哋人嘅心就係咁噶啦。人死咗個丈夫，成為寡婦啦，仲希望人死埋個得獨仔添，呢個係我哋嘅心啊，夠黑。但神嘅心唔係咁，神話佢唔願意有一個人沉淪，一個啫，神都唔願意。神嘅心係咁慈愛，咁神願意乜嘢呢？神願意個個人都肯悔改，離開罪惡，上天堂。呢個係神嘅心，咁樣嘅喎。所以你唔好以為神好盼望人哋落地獄嘅，唔係。神係望人得救，神係望人得救。不過人唔肯去得救，人要佢救，人唔肯上天堂，咁有乜法啫？咁咪要落地獄咯？咁唔關神事噃，係自己揀啫噃，係咪？一條生路擺喺你嘅面前，一條死路擺喺你嘅面前，係啦。都唔講你聽，嗰條係生路，嗰條係死路，咁就我都唔知邊條，我咪求其行咯。咁行着條死亡嘅路咧，咁都唔怪得你噃。但係今日咧，擺喺我哋面前有條生路，講明呢條係生路啦。人行上去咧，必定唔使滅亡，而且得永生，可以上天堂，唔使落地獄，有平安，永遠享福。但係另外一條路咧，神又擺喺你嘅面前。嚟到咧，話咧呢條路咧，人唔好行啊，千祈唔好行，真係唔好行。如果人唔聽行上去咧，就一定死。呢個係神嘅心。譬如話我見到一個炸彈喺個路上，我知道呢個炸彈不得了，因為成500磅咁厲害。如果一爆啊，哇，粉身碎骨，都唔知死幾多人。咁樣，如果我唔出聲，嗱嗱聲走咗，後來炸死幾百人啊！咁我呢，真係該死有餘，因為我唔出聲。但係譬如我唔係，我即刻企喺處，所有將近行埋嚟嘅人，我都大聲話俾佢哋聽：喂，你唔好行埋嚟啊！呢處有個咧500磅嘅炸彈啊，否則就死亡。係啦，啲聽我勸嘅呢，就嗱嗱聲擰轉頭就走。但係譬如話有一對青年男女手拉手咁行。我話：喂，青年人唔好去啊！前邊有個500磅炸彈啊，就爆啦！你快啲走。但係佢唔要我勸，佢話使乜你嚟啊？使乜你咁諸事？我哋兩個係要行，仲行快幾步。啊！我忍唔住走埋去拉住佢，啊！佢揈開隻手，走起去添。哦！結果我睇住佢將近行到埋個500磅炸彈，我唔忍心睇，我黑埋眼。結果嗰個炸彈一炸，佢都唔知去咗邊。各位，你會唔會可憐呢一對青年嘅男女？你一定唔會，因為點解？佢該死，因為人哋已經勸勉佢，叫佢拉佢，
叫佢唔好去，佢都要去，咁你咪該死啦，抵死啦。今日神愛你噃，神知道人今日行緊一條死亡嘅路，因為人犯罪嘅緣故遠離神。全世界嘅人都向住嗰條死亡嘅路人嚟到行啊！我哋唔知嘅啫，個個都以為我行緊嗰條路係正嘅，但係點知至終成為滅亡嘅路啊！神今日自己喺聖經當中不住大聲呼召，神又打發好多傳道人，佢個僕人藉着單張、福音廣播電台，藉着各樣嘢嚟到大聲疾呼，嚟到話俾人聽：喂，朋友啊，翻轉頭啊，唔好行嗰條死亡地獄滅亡嘅路啊，悔改啦，翻轉頭行條生路啊！但係有幾多人聽到？聲喉都嗌破，但係有幾多人接受？1000幾百人喺處聽到講道嘅人大聲疾呼，叫人悔改回頭，但係有幾多個人真正喺悔改回頭？人都唔肯信，人都唔肯悔改。哦，原來我哋就係咁硬頸，我哋咧情願揀選死亡。人話俾我哋聽，我哋都唔肯相信，直到有一日悔之晚矣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各位，今日神仍然將嗰個生命嘅門、生命嘅路、福嘅路、福嘅門打開，好多人嚟到邀請你、催促你，現在就催促緊你，叫你行呢條生命嘅路，唔好行條死亡路。神真係唔願意有個人沉淪。今日你能夠聽到呢啲福音，已經證明神係愛你。神叫你悔改，轉回，悔改就係轉回180度嘅轉回，離開罪惡，行翻條生路歸向神。神單止打發人嚟咁講啊，唔單止記載喺聖經咁耐啊，神仲打發佢嘅仔親自嚟。哦，神嘅仔，神所愛獨生嘅仔，離開天家快樂、平安、榮耀、豐富天堂嘅地方，嚟到一個充滿苦難、黑暗嘅世界，罪惡滿盈嘅世界，嚟到做人，做乜嘢呢？係嚟救你。打發佢嘅仔耶穌嚟，耶穌兩個字就係救主嘅意思，因為佢要將佢嘅百姓從罪惡中救出嚟。耶穌嚟到世界係要拯救罪人。你睇下神幾愛你，神因為唔捨得有一個人沉淪，而且願意人人悔改，甚至到將佢獨生嘅仔都嚟到呢，賜俾過我哋。知道生命為咗要救我哋嘅緣故，不惜自己犧牲，不惜自己受痛苦，甚至俾神丟棄，俾人丟棄，釘喺十字架上。人話除掉佢，釘佢落十字架，釘佢落十字架。人寧願要一個咧殺人放火嘅呢咁樣嘅強盜，人都唔要呢一位救主。哦，呢個係代表咗我哋嘅心。幾多罪惡係對我哋有害，殺害我哋嘅，唔單止殺害我哋，破壞我哋嘅家庭，殺害我哋嘅兒女子孫嘅，我哋都唔肯丟棄佢，我哋要佢。但係呢位救主耶穌，竟然我哋話拒絕佢，除掉佢，咁樣人點能唔滅亡呢？咁樣人點能唔沉淪呢？一直至到如今，都唔知幾耐。神嘅仔伸開佢為你為我釘穿過嘅手，愛嘅手，用佢愛嘅聲音喺處呼召我哋，你哋要轉回吧，離開惡道，何必死亡？何必死亡呢？朋友，如今係我哋悔改回頭嘅機會咯。
睇下神嘅仔耶穌伸開佢嘅手，歡迎你嚟。聽下神嘅仔耶穌嘅聲音喺處呼叫你，某某人啊，翻轉頭啦，悔改啦，離開你嘅罪啦，嚟到耶穌處啦。我唔丟棄你，雖然你犯好多嘅罪，好污穢嘅罪，甚至到人所不能原諒嘅罪，但係主耶穌話：我已經為你嘅罪死喺十字架上，我已經為你嘅罪流出寶血，你所有嘅罪都可以因信靠我而得到赦免，你可以放心嚟到我嘅面前，我唔丟棄你。朋友，喺呢個時候，趁着恩典嘅門打開，趁着福音嘅門仍然為你敞開嘅時候，你趕快悔改，現在悔改，朋友，現在悔改。神不願有一個人沉淪滅亡，主耶穌坐在榮耀寶座上，見罪惡世界動了慈悲心腸，為我們捨生命受燙傷，將滅亡切莫愛羔羊，神配最擔心破碎無盼望，耶穌願意拯救，但無人傳揚，不人令他們歸主的死亡，自己罪兩手緊燒去為主，浪費光陰沉迷出身歡愉，主成功不關心機絕不違抗，我人令對人都永遠樂堂，將滅亡給他們愛父，令我們認識你慈愛救主，我們一生疲乏，又背着重擔，當日流淚眼無甚至迷糊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